Hello，大家好。有冇試過買西裝嘅時候呢 sales 同你講一大堆英文術語，你聽完一頭霧水，都唔知佢講乜嘢。最後買咗套衫翻到屋企，着咗2次就掛喺衣櫃入邊，之後就冇着過啦。你係咪覺得着住係好唔自在，好似偷咗老豆套衫咁樣？咁今日條片呢，我哋就會由零開始去拆解下英式同埋意式嘅分別。我會分享點樣去用手摸到塊布料嘅特性，點樣去分辨一套西裝到底值唔值呢個價錢，同埋最重要嘅係點樣避開專呃新手嘅伏位。如果你想擁有一套真正屬於你、幫你加分嘅西裝，呢條影片值得你睇晒佢。你首先會講剪裁先嘅，咁我哋就搞清楚兩大門派有啲咩分別，分別係意式同埋英式，功能上面有咩唔同。咁我會講英式剪裁先嘅，我會形容佢呢似一套盔甲。呢一件呢就係典型嘅英式剪裁。以前英國薩韋爾街呢好多都係做軍服出身嘅裁縫，所以你可以想象佢哋主要係幫人呢去塑造一個身形出嚟嘅。咁佢哋特點呢，嗰個肩位呢，個膊頭呢就會比較厚嘅 shoulder pad， 咁你摸落去呢就比較厚同埋挺身嘅。而心口呢會有塊 canvas 喺入邊，咁塊 canvas 係用馬尾毛去做嘅，咁令到你個胸肌睇落去呢就勁啲，腰線收得比較高同埋急啲嘅。咁佢嘅優點咧係幫你令到你嘅身形咧就出晒嚟，好似有個盔甲咁樣，着上身精神好多。而唔好處咧就比較重身少少，活動起上嚟咧就冇咁靈活嘅。咁假設你喺香港要追巴士追地鐵，呢套可能辛苦少少嘅。咁適合咧一啲比較瘦嘅男士啦，有寒背啦或者斜膊啦。咁如果職業咧係銀行或者律師咧，英式嘅西裝咧其實就好適合你嘅。咁轉個頭，我哋嚟睇下意大利佬呢一邊。特別係拿波里風格嘅西裝，佢哋嘅特點咧係追求瀑布袖，個膊位咧好似恤衫咁咧有啲皺褶咁樣嘅，所以就叫做瀑布袖。基本上咧就膊頭冇肩棉嘅，而入邊嗰啲 canvas 咧結構咧都係好軟熟嘅。咁佢感覺上咧就似你第二層嘅皮膚。咁意大利人咧就最講究瀟灑，你見佢雙手插袋，件衫插插地，不拘小節嘅狀態嘅。咁缺點嚟講咧，如果你膊頭本身好斜，或者你想修飾身形咧，其實意式嘅剪裁未必幫到你好多，因為佢嘅特性咧就係呈現你原本嘅身形嚟嘅。咁如果你係好大隻有肌肉，或者中意一啲好 relax fit 嘅話咧，或者唔想俾人哋感覺好強勢嘅話咧，意式西裝係你嘅首選嚟嘅。第二部分就係布料啦。咁講完剪裁咧，就講布料啦。咁你到揀布料嘅時候咧，係咁多塊布應該點樣揀咧？咁我想分享3個指標咧，就包你唔會再揀錯啦。咁首先第一樣咧就係個重量，唔好淨係睇佢顏色，要留意翻呢塊布係幾重。咁如果9安士以下咧，我就會認為佢係比較輕同埋薄，好難做到好挺身嘅感覺。雖然香港係比較熱啦，但係我唔建議第一套揀太薄嘅西裝，因為冇垂墜感，睇落去會比較易巢啲嘅。咁我會建議係11到13安士呢個區間入邊嘅，因為呢個係最穩陣嘅重量嚟嘅，4季都啱着。咁除咗最熱嗰2個月啦，咁佢嗰個垂墜感係最好嘅。咁如果新手第一套咧，我強烈建議翻11到12安士嘅。第二個指標咧就會係紗支數嚟嘅。咁其實越高嘅紗支數咧就代表越滑，但係唔代表係越高嘅紗支數就越靚。好多 sales 會同你講咧，呢一塊180支嘅布料嚟嘅，頂級嘢，係佢好頂級，但係頂級在於係好幼細，越幼細咧就越易斷越易巢。如果你喺公司坐喺 office 2個鐘，起身嘅時候條褲一定巢到飛起。其實我建議翻，如果翻工操着嘅話咧，揀110支到130支咧已經好夠做噶啦。第3個指標咧就會質地啦。咁我會用英國嘅 high twist 布料同埋意大利嘅白一支布料作為比較啦。咁首先我會講英國 high twist 嘅布料嘅，我會形容佢係一個比較襟磨耐用嘅一個物料嚟嘅。因為咧佢係將羊毛扭得好緊，所以佢嘅抗皺能力係極強嘅。咁你搭完長途飛機咧拎出嚟酒店掛花晚咧，係自己會直翻晒噶啦。咁個手感咧，你摸上去咧係好乾爽沙沙地嘅感覺，冇咁滑身嘅。咁適合一啲經常出差成日要見客、追求方便襟用嘅朋友。咁到意大利白一支嘅布料啦，咁我會形容係一個比較舒適享受型嘅風格嘅。如果你第一次做西裝，唔知揀咩好咧，你揀佢一定冇死嘅。最出名咧就會係 VBC 嘅 Perennial 系列啦。你摸上手咧，佢會有一種好滑身嘅感覺嘅。咁佢嘅光澤都好自然嘅。着上身咧，你會覺得原來幾舒服嘅喎呢套西裝。咁如果相比 High Twist 嚟講咧，佢會比較軟身啲嘅。坐耐少少咧都會有少少巢嘅，但係過一晚咧都會直翻7-8成嘅。如果你要追求舒服、靚仔、手感好嘅話咧，你可以揀翻意大利白一支嘅布料啦。到第3部分啦，
就係講價錢同埋工藝。咁到底英式貴啲咧，定係意式貴啲咧？其實西裝價錢咧，70%咧都係睇手工，30%咧就睇個布料嘅。頂級嘅意式同頂級嘅英式咧，其實價錢一樣咁貴嘅。重點係點解有啲西裝咧賣2000蚊，有啲咧就賣2萬蚊？除咗牌子之外咧，最大分別咧係入邊嘅結構點樣做。首先講黏合襯啦，呢個點解西裝賣咁平嘅原因？咁因為平價西裝咧，為咗慳時間，佢哋會用膠水咧將塊撲咧就黐落塊布度。佢嘅缺點咧就係唔透氣，好似着咗雨褸咁樣。最慘着得耐，乾洗咗之後咧，啲膠水老化，成件衫會起泡。一起泡咧，件衫就報廢救唔翻㗎啦。咁如果你個 budget 有限啦，可能2000蚊以下啦，我情願你去買套現成嘅西裝再改，都唔可以去整一啲好平嘅度身訂造。因為呢個價位訂造咧，通常都係用膠水黐嘅啫，而且手工一定唔會去得好靚得去邊度嘅啫。Full canvas 中文叫全麻襯，咁其實最頂級嘅西裝咧都係用全麻襯去做嘅。咁點解賣你咁貴就咁原因啦。咁傳統做法咧就係用馬毛撲嘅 canvas 啦，一針一線人手縫喺你嘅西裝入邊嘅。咁塊 canvas 咧會隨住你嘅體溫，慢慢會變成你身形嘅形狀，即係越着越合身。即係點解以前有一套衫咧，其實可以着10年以上。Half canvas 半麻襯，咁我會形容佢係一個性價比之王啦。咁如果你 budget 有限，但係又想要比較好啲嘅嘢咧，我建議大家可以揀翻 half canvas 嘅。咁咧佢心口個位咧係用機器縫出嚟嘅 canvas， 佢保持到個立體感，而下擺咧都係用機器去處理啦，既有立體感，但係咧價錢又平過 full canvas 一截啦。新手入門咧，其實鎖定呢一個結構咧，其實係冇死嘅。第4部分會講保養嘅。咁如果你買一套西裝翻嚟咧，唔識保養就等於倒錢落海。呢度3個老西保養嘅定律。咁第一咧就係着1日，休息2日。西裝係羊毛做嘅，咁羊毛係有彈性啦。你拉扯完佢1日咧，要俾時間去恢復翻彈性。千祈唔好咧連續3日咧都着同一套衫。咁第2咧，我就建議大家買翻個豬毛刷。唔好一污糟咧就拎去乾洗，乾洗嘅化學劑咧好傷個布料嘅。每日翻到屋企咧着套西裝咧，就用呢個刷去掃咗啲塵啦，順便可以順理埋啲羊毛纖維，你會發現咧件衫會生長好多嘅。咁第3咧，其實衣架係好重要嘅，千祈唔好用乾洗鋪啊或者你平時屋企嗰啲有鐵線嘅衣架去掛西裝，因為會破壞到個膊頭結構。建議係去用專業嘅西裝衣架，就比較闊啲同埋厚啲嘅衣架去撐翻起個膊頭嘅。不過咁多咧，其實咧西裝冇絕對好同埋絕對差嘅。有人中意英式嗰種莊重，着上去一種儀式感；有人中意意式嘅浪漫，着得好舒服係好緊要嘅。作為一個西裝從業員，我嘅責任唔係 sell 你最貴嘅西裝，而係了解你嘅生活。你係咪成日都要周圍出差啊？成日都係坐喺 office，定係你好怕熱定好怕凍？咁希望呢條片咧可以幫你了解得多啲啦。咁如果你睇完之後做疑問咧，或者想親手摸一摸我啱啱講嗰啲布料咧，隨時可以嚟我鋪頭。我哋唔一定話要做生意嘅，上嚟睇下嘢都冇所謂，交流下心得，我都好歡迎嘅。試上身係永遠最試到效果嘅。咁記得留言同埋 subscribe 啦。咁我會再分享下關於西裝知識嘅。拜拜。